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五倍券的加码券、国礼券，早起抽出到第二波。身份证上尾2号是87、04、40、29、71，恭喜哦，抽到一张1000块的国礼券。 总共有60万3000多人抽到，这个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旅展，11月初5要来开始。真侪这个大美馆甲餐馆，拢上准着5倍券甲国礼券推出着相关的优待。加速！享受飞行线美景和刺激。 或者是到离岛那天白云海水伫遮的美景当中，疫情较回国内虽然维持2级警戒，不过民众的心早就放飞啊。但年轻真侪人的台北国际旅展今年伫11月初5举行。我们这次的旅展的主题就是加倍奉还，力挺观光。国外的业者不能进来，但是他们在台湾也都有一些代理的这个公司，所以我们仍然有30几家业者，他们会来做相关的形象的展览。这日本、韩国是最大的业者哈，那像这些我们的邦交国也都会有来。今年有700外单，虽然比去年减3成，不过因为今天5倍券和国旅券，今年旅展会以大美券和餐馆为主。饭店的业者嘛开始伫线顶的旅展开始拍折，像天成饭店联合大美券一张只要1800块，好用一张2699块。配合好评是来顿大美加巴菲一暗5000块，杰斯旅大一暗食2顿食真好嘛是3000块到5000块。想要用好康享受国旅，阁有一个大家每礼拜上期待的。Yes。 国旅券第2摆抽卡仔过来啊！这摆抽出来是身份证后壁2码，分别是87、04、40、19、71的幸运儿，总共有60万3388人抽到。旅展国加上国旅券，民众已经开始准备要来一场已经等真久的旅游。